接歌的，因为最近不是金曲奖吗？对，我想要唱他的歌，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，这样。你们应该有听过吧？然后今天上次练团突然想到，我不唱给你们听好了，你自己回去剪接。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，直到这一觉醒来就能背。我对你的心早有预备，还不算太黑。孤身万岁，失恋无罪，爱不够爱你的人才受罪。用过去悲伤换来自由，难保不珍贵。一个人崩溃。一个人崩溃，一个人崩溃，一个人崩溃。好，这样没有掌声也太……不要了，不要剪进去啊！要金曲奖啊，对，金曲奖。我不知道今天不知道，因为我的敌人啊，就是对手来的，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来，因为我入围最佳专辑制作人这个奖对我来讲实在太特别了，所以同时入围的有周杰伦啊，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来，还是莫文蔚的制作人张亚东有来吗？没关系啊，你们录给他可以传给他听，他可能会发抖吧。这个是谁？很奇怪。好了，因为最近一直在关心自己入围金曲奖这件事情，蛮好玩的。我也是啊，第一次哪有做，我也没想到做母语唱片还可以入围最佳专辑制作人，实在是太嗨了。办这个演唱会其实是要给敌人听的，他知道我的实力，可能他听完会很放心。都要胡闹，没有关系，我说我最强的还没有拿出来。好，还有什么国语歌啊？